係生物小百科，我哋係節目主持人，我係陳貝兒，我係陳雨晴。貝兒，你知唔知道乜嘢係生命科學啊？生命即係生物，例如微生物、動物、植物等。生物會分成5個界別，包括動物界、植物界、真菌界、原生生物界及原核生物界。科學即係有系統咁對事物進行研究，咁生命科學係咪即係用科學知識對生物進行研究啊？冇錯啊！我哋嘅節目《生物小百科》會為大家介紹唔同生物嘅小知識。我好中意小動物㗎，不如我哋就由動物講起啦。好啊！現時全球約有150萬種仍然生存嘅動物物種，其中昆蟲係最大嘅類群，約有100萬種。我知道喺動物界中，相同或者相近特徵嘅動物可以被歸為同一種類，例如相近嘅習性、形態、身體內部構造、胚胎發育嘅特點或者生活嘅棲息地。冇錯啊！唔同嘅動物有唔同嘅特徵，我哋估下呢啲動物嘅特徵係屬於邊一種嘅動物呢？第一種動物，佢有光滑嘅皮膚，佢有背鰭同埋長長嘅嘴巴。你知唔知道佢係邊一種動物呢？佢就係海豚啦。海豚。第二種動物，佢嘅身體係黃黑相間嘅，佢有透明嘅翅膀，頭上面仲有觸角，佢就係蜜蜂。蜜蜂。第三種動物，佢有灰色嘅皮膚，大大嘅耳朵，同埋長長嘅鼻子。你知唔知道呢種係乜嘢動物呢？佢就係大象。大象。動物嘅特徵可以幫助動物適應唔同嘅環境，保護自己同埋捕食。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